在南西国小管乐队的演奏声中，2025台南市灯火季活动12号在南西梅岭正式登场。会中由客家委员会艺文团部处副处长宣国松、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、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委陈新宇、民政局长江林煌、南西区长何荣长、市员尹爱达利等贵宾为活动揭幕，欢迎民众来台南看灯火，并透过灯火浪漫旅游为南西带来正能量。2025年台南市的桐花季正式开幕了，现在有些已经盛开了，有些含苞待放。我想整个花期会一直延续到5月。那其实，桐花过去是一个经济的作物，但是它现在已经华丽转身，变成是客家文化精神以及客家美学很重要的一个代表。大家还没感觉这是台南市这个最近的活动最有气质的一场了哈。我们看到人山人海，花山好海，满坑满谷都是哈。这个我们都已经在这边来拜伯公拜好几次了哈。他瞧了很久，说什么时间可以开。那伯公也有听到，我们看到对面那边，现在因为光线的问题哈，那一株已经开的大概有3-4成的这个。那这两边是因为最近这个3月的时候比较冷一点，所以稍微晚了几天。南西上需要的，就是观光的发展，搁加农业的推销，而且非常感谢咱中央客委会会当挹注经费，来这办这个活动，这对阮的观光来讲，会当讲是阮信心上的一大鼓励啦，台南市灯火季今年推出一同去赏樱、一同去泡汤2条游程，总共16梯次，内容包含行台南西客地聚落、漫步灯火小径、探访詹文水库赏樱秘境、体验龟蛋米浓汤，搭配着梅仔鸡、黄金荞麦等在地美食，游程精彩丰富。欢迎大家来南西体验台南上浪漫的灯火季4月煞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